中国甲菲律宾的海警船昨日伫南海爆发着严重的冲突。菲律宾指控着中国的海警向菲律宾的补给船发射着高压水条，把这个船的玻璃射破，有4个人受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嘛来公布着中国海警用高压的水条将射破着玻璃瞬间的画面，真正是恐怖。 被挡住气流的船只，和强烈的水条一直喷，突然间，船舱头前的玻璃碎破去。除了被高压水条攻击，对方阁驶船甲弄。中国海警船甲菲律宾的船只车过伫南海仁爱岛发生严重冲突，菲律宾方面指控讲，中国海警伫南海。 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高压的水条，弄破玻璃，造成4人受伤。搁甲菲律宾海巡队巡逻艇受压。CNN 阁翕到中国方面的军舰真济包围菲律宾的船舰。 We have a very good view of a large Chinese Coast Guard ship. You can see it written on the side of the vessel, and it is currently steaming. I would say maybe 2 stone throws away from this Philippines Coast Guard ship. And that's not all. Look over to the starboard side here. There is another Chinese Coast Guard ship right here. 针对中国海警船用水条攻击，佮调工收容，马尼拉政府已经向中国提出强烈的抗议甲不满，也过中国却将责任甩菲律宾，讲菲律宾是破坏南海和平甲稳定。中国海警依法对菲方在仁爱礁的侵权挑衅行为采取必要的执法措施，正当合法、专业克制，无可非议。 针对这件代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讲，在面对中国危险甲非法的行为的时，美国会甲菲律宾这个盟友徛做伙。澳洲嘛表示真关心。总理艾班尼斯强调讲，澳洲对南海任何不安全甲破坏性行为拢会真关切，并且呼吁各国遵守联合国的海洋公约。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